思明離世之後，李家風波唔單止冇平息，反而愈演愈烈。根據李永豪公開講法，媽媽思明因病留院超過1年，期間更做過3次大手術。但最令外界震驚嘅係，豪仔聲稱喺呢1年多時間入面，自己、鼎爺甚至好多親友都一直冇機會探望思明。豪仔曾經表示，自己四出打聽媽媽所在醫院，甚至試過報警求助，但始終見唔到媽媽一面。而事件最具爭議嘅地方係豪仔指媽媽離世後第10日，佢同鼎爺先收到通知。更加引起網民熱議嘅係，豪仔透露喺思明離世前1日，即第9日左右，哥哥李永漢仲曾經向鼎爺追討思明醫療費用。唔少網民因此質疑，如果思明已經離世，點解家人會咁遲先收到消息？不過另一邊廂，李永漢方面一直強調自己所做一切都係為咗照顧媽媽，亦承受咗巨大壓力。而喺設靈當日，風波再次升級。據豪仔受訪時表示，太太 Agnes 被拒絕進入靈堂拜祭媽媽，原因據稱同思明生前唔中意 Agnes 有關。事件曝光後，即時引來大量網民討論。其後豪仔再爆出另一件事，佢聲稱有鼎爺自己同 Agnes 聯名送出嘅花圈被人移走至後樓梯位置，令佢感到十分難受。究竟係有人刻意安排，定係當中另有原因？目前雙方各有說法，真相仍然有待當事人進一步交代。不過可以肯定嘅係，呢場李家風波已經由家事演變成全城熱話。而思明離世之後，本來應該係一家人互相扶持嘅時候，如今卻變成兄弟公開隔空交鋒，確實令人唏噓。對於呢場風波，你又支持邊一方？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。